在地消息來看，去年9月時，這高雄的興達電廠爆炸，迄當中有人家厝受到損害。即馬這電廠第2期要開始來做啊！佇個高雄永安烏那道的居民呢，是去到高雄市府來陳情抗議，講這厝殼受到損斷，到今攏還未修理，正第2期閣要起落，所以要求市長就愛出面來做主。那台電這方面呢是回應講，其實這受損的厝殼已經有6成攏修理好勢，會繼續甲在地溝通。疫情的問題什麼時候解決？請問在地溝通、在地說明會不會辦？我們收到民眾的陳情。因為出面接電情時的高雄市府代表無回應正面的答覆，烏那道居民是愈想愈生氣。因為自從去年9月興達電廠發生爆炸了後，台電甲打，敢若去年的11月有甲居民開過一擺協調會，落尾都無消無息。廚房準害器甲打攏也未修理好勢，講要做安全撤離措施嘛無看見。即擺台電閣發表起2期，互居民是愈講愈生氣。無阮遮民因電生氣啊，安尼較有路用，那嘛是著阮遮民大家安全。有平安，安尼硬要壓房的要管起，看攏無要管負責，安尼無公平。沒有智慧手機，要怎麼樣通知他們有發生危險，或是有什麼要撤離方案？怎麼撤離？這個都是一個問題。到現在，電廠沒有出面把這些完整的東西全部都告訴這些居民。烏那道居民車閘來市府陳情抗議，拜託市長替因做主。但是台電無要插居民提出的相關訴求，安尼2期因絕對會空前到底。對此台電表示，去年意外造成的厝殼損斷有133戶，其中85戶已經修理好勢。針對民眾關心的安全措施，除了手機的信息通報以外，撤離措施嘛已經規劃好勢。針對長者撤離應變，台電也成立了守護社區行動小組，安排專車優先接送高齡與行動不便的民眾，並規劃完善的安置動線及物資供應。面對烏那道居民的陳情，市府表示會甲民眾的安全放佇頭一位。居民強調，烏那道的人注定愛甲電廠生活做伙，應該能望一個安全的保障，互因會當住了安心好食困。記者柯家族柯超陽高雄場報道。